从坟墓中复活的民族蒙镇苗族造型挑战第2期竹节头。上期我挑战了一下蒙镇苗族经典的旗帜风帆头造型，今天继续来体验他们的日常竹节头造型。我们来到了蒙镇村的蒙镇大姐家，他们早已穿戴好了盛装等我们到来，让我们非常感动。通过第1期在竹王祠对杨文金老师的采访，我们了解到这一支苗族浓厚的竹王崇拜文化。蒙镇苗族自称夜郎后裔，尊夜郎金竹王为祖先。夜郎国虽然消失了，夜郎人依然存在。相传夜郎覆灭后，蒙镇祖先修建活人墓，将不能远迁的老弱病幼藏于其中保护，战后从坟中走出，得以延续血脉。今天的蒙镇人成家时要请竹王，有生之年要供竹王，去世时要用供奉一生的竹来陪祭随葬，否则将得不到竹王祖先的认可。蒙镇盛装的风帆旗帜头都要以竹为骨做造型，日常发型也要做成竹节的形状，便于生活劳作。这种发型要先用水把头发打湿，汇聚在额前，然后卷曲一点点盘成竹筒状，再辅以发卡固定。头饰做好后，穿上铠甲装、九黎过江裙，整体都有种英姿飒爽的英武感，恍惚间似乎能穿越，看见他们沉淀千年的历史沧桑。蒙镇的大哥大姐热情地给全家和我们穿上了盛装，我们一起来感受这场古老的穿越吧。